大家好，娛樂圈又爆大新聞啦！2010年香港小姐冠軍陳庭欣 Toby 同拍拖8年、傳聞身家10億嘅彩豐行老闆楊振源 Benny 正式分手。呢件事喺2025年底爆出嚟，陳庭欣親口證實已分開咗2個幾月，分手原因係三觀不一致，強調和平分手，冇第三者介入，冇逼婚問題。8年感情說斷就斷，好多人覺得可惜，但 Toby 而家已經慢慢走出陰霾，專注工作，同埋開始咗單身新生活。不過最引人注目嘅就係佢從沙田九肚山雲峰嘅3000尺豪宅搬返去自己喺黃大仙買嘅500尺單位，媒體直呼從豪宅降價搬蝸居，生活風格大變，成為近期香港娛樂圈熱議話題。先講返陳庭欣同楊振源嘅戀情點樣開始。Toby 喺2010年奪得港姐3料冠軍，出道後拍過好多 TVB 劇，同埋做主持，事業穩步上揚。佢同楊振源喺2017年左右開始拍拖，2018年公開戀情。楊振源係彩豐行老闆，本土護膚品牌，喺港澳有幾十間分店。佢出身唔富裕，早年住屯門公屋，會考0分，做過地盤工人，19歲接手家人生意，憑住努力同商業頭腦，搖身一變成為富商。外界傳佢身家10億，雖然 Toby 多次澄清唔係咁誇張，但佢哋一齊後，Toby 生活確實升級咗好多。從原本住公屋或普通單位，搬去九龍站天璽豪宅，之後2021年再遷入沙田九肚山雲峰洋房，月租10萬，實用面積3000尺。4房間隔，連私人花園、天台同車庫，超級奢華。Toby 養咗好多鸚鵡同狗狗，呢個大屋正適合佢哋跑跳玩樂。佢經常喺 IG 晒同男友放閃照，周身名牌，出入有司機7人車接送，俾人封咗10億女友。好多人都羨慕佢終於要嫁入豪門。不過感情路從來唔係一帆風順。拍拖期間，楊振源屢傳桃色新聞，例如2022年被影到同金髮女子出海玩，穿情侶裝，玩得好開心。當時 Toby 力撐男友，話朋友唔係男就係女，投下信任票。但有傳佢私底下都忍咗好多氣，楊振源桃花旺，美女埋身，佢唔避忌，令 Toby 覺得冇安全感。加上兩人年齡差9歲，Toby 38歲。楊振源47歲，生活價值觀漸漸有分歧。Toby 多次喺訪問講過唔急住結，甚至覺得結咗婚都可能離。外界一直傳婚訊，但遲遲冇動靜。直到2025年12月，楊振源生日同聖誕，Toby 都冇現身，網民已經猜到有問題。終於，Toby 喺活動上親證分手，話因了解而分手，深入相處後發現三觀唔同。勉強唔來，對彼此都唔好。分手後，Toby 生活大變。根據最新一期《東周刊》獨家直擊，佢已經搬離九肚山豪宅，返去自己2020年用900萬買嘅黃大仙單位，只有500尺，俾媒體形容為蝸居。以往出入公主待遇，有司機接送，而家要自己揸車。雜誌影到佢結束工作後，同工作人員去茶餐廳食飯，3個人寫碟頭，超級樸實。Toby 分手初期一度好傷心，每晚同知己訴苦，看舊照喊，但而家已經正面咗好多，話要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同小動物。佢態度變得低調謙卑，專注 TVB 工作，例如《東張西望》、尋歡作樂的姐姐等節目，繼續活躍喺熒光幕前。相反，楊振源分手後生活更精彩，佢四處旅行，去日本玩賽車、馬爾代夫潛水、香格里拉嘆世界。生日喺豪宅開狂野派對，有賓客玩人體盛，佢周旋不同女伴，貼身熱舞，盡顯風流。佢勤力健身，做醫美，keep 住年輕狀態，準備重新上市。看得出佢完全冇受分手影響，繼續富豪人生。另外，有傳 Toby 分手後同 TVB 東張西望小鮮肉主持陳錦新 Charles 過從甚密。Charles 27歲，有樣有身材，爆肌，
常喺社交網曬健身照。雜誌話佢哋私下頻頻約會，Toby 更喺 IG 為佢拉票。聖誕期間，Toby 相約好友反九土山舊愛巢開派對 ，Charles 同佢黐得好實，玩得好開心。雖然未證實新戀情，但呢個傳聞令好多網民興奮，覺得 Toby 終於遇到年輕有活力嘅對象，重新開始。陳庭欣從公屋妹到港姐冠軍，再到10億女友，而家又返璞歸真，搬蝸居，自力更生。呢個轉變令好多人感慨人生無常，但同時佩服佢嘅堅強。Toby 喺訪問話，分手係成長一部分，學到認清身邊人，珍惜真正關心自己嘅朋友。佢而家單身，計劃多啲時間陪寵物同家人，事業上繼續努力。網民大多支持佢，話女人要靠自己最實際，期待佢喺 TVB 有更好發展。分手後，Toby 仲入馬場贏錢、曬銀紙，證明情場失意，橫財有運行，女王風範盡顯。呢段8年情，似足童話變現實。從豪宅到蝸居，從闊太夢到獨立女性，陳庭欣用行動證明，無論環境點變，自己都要活得精彩。希望佢早日找到真正合拍嘅另一半，或者單身都一樣開心。娛樂圈故事從來都係咁峰回路轉，期待Toby下一個章節。